秀林乡乡长渔民踊跃活动第7场次于108年11月2日在嘉明多功能活动中心办理。县议员田云兴、乡民代表林俊雄、村长刘焕清、部落组长林忠信及秀林乡乡长吴玫瑰率各科室主管一同到场，与部落族人讨论乡政事务。活动现场参与民众非常踊跃，并提出许多重要的部落议题，如国防部与嘉明部落回归经之议题、嘉明部落会议之需求、流浪狗犯案之议题、许美基溪大型垃圾清理之议题等各项部落大小议题。10年现在才开放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每一年说，每一次说，他们上面才会改。我在那个会议里面，我也希望能够把这6栋建筑物透过国土计划法的一个修正跟调整，让我们的这个建筑物能够让它就地合法。本所亦针对现场村民所提出之问题逐一回应，也将依本所权责，全力协助部落解决各项议题。秀林乡公所金米基报道。